继续来看，屏东潮州的过年的市集开办30年了，为着防疫，第一届来停办，1700外的单位专业来退费。潮州镇公所今仔日开始受理着退钱，敢若是地区85单的单位都要退500外万。另外，这个内部过年的市集嘛，因为疫情来取消，乡公所早起嘛开放摊商来退钱。 没有做到。体育馆外口的人真多，一路排到外口的车路，因拢是来退钱。内底工作人员嘛袂少，分组一区一区要来处理。因为疫情变严重，办过30年的潮州春节市集头一摆宣布停办，镇公所嘛来办理退钱。我们会把摊商的损失降到最低，所以我们会采全额退费，甚至连汇款的这个费用也是镇公所这边由行政费用支出了哈。 所有的市集一般区1600外担，一打退4000块，现场领现金。特别区的85担，因为金额较大，总共500外万是用汇款来退。对今年无法度排单，摊商拢愿意配合，不过真正真无奈。货都已经全部都备好了啦，所以要看哪里有还有的地方摆再去摆啊。 内部的春节年假市集嘛，因为疫情取消，乡公所透早开始办理退费。我们今天总共要将近有396位的退费的摊商啊，有将近500多万的现金啊，准备要受理退费的。 透早8点，工作人员拄上班，就袂招摊商来办理。摊商虽然感觉可惜，不过也是因为防疫第一。勉强硬要办，结果到时候南部流行起来，平日也没办法做。 受疫情影响，互袂少春节市集和活动拢取消。敢若希望疫情会使赶紧结束，互明年春节会使恢复过去的热闹。